来来来，摆在这里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三妹夫，你们3口好啊！你在看什么？怎么不见二妹夫到来呀？我说他们早就来了，我们先走吧。姐姐，我们走。三妹夫走吧，请妹妹，你们进来可好？哎，进来，快走吧。很好，很好。小宝，快走，我们已经迟了啊！我们快走吧。王爷请用茶。宝，马上就3小姐到。哦，好。二姑爷2小姐到。二姐，二妹夫，大姐小宝，你们小宝。来，我们就开始弟弟拜寿。只有湖水边岸赛，风是东海。哦，起来！来走。我上雨木金雨一康，我做老头也才根。来，同志同饮，拜酒。好，大家坐啊。带来了美女啊！带来了。哎，喏。哦，好。小宝，不知儿子进来可好？好多的东西。小宝，哎，你们在做什么啊？没什么啊。我可告诉你啊，居宴之上你少喝一点，今日你若喝醉了，我不准你进房。夫人放心，实在二弟见我解酒呀也饱，不会醉了。怪不得你心神入定的，原来有解酒呀。分我一半。你要做什么啊？我也怕喝醉了嘛。你呀，你们看，
大舅舅夫有什么问题悄悄话？哎，是的。夫君，平日你在衙门公务繁忙，负责饮酒，今日是弟弟大喜之日，你可多饮几杯？都任夫人关照。官人，你就继夫解决呀，你自己饮酒也要适量，多饮料要伤身体的。我知道。哎，来，食席。大姐请，三妹弟兄，大姐上去，大家请，三妹请坐，大姐请请。哦，小宝，我现在要陪你啊。大家请啊。二妹夫，请。把酒放在桌上，让他们自斟自饮，你们也下去喝上2杯。这才痛快，这才痛快。弟弟。一杯酒把高当听，远远比老当一张百年情，三岁罗哩想念，2岁满堂笑语自比为父真心。弟弟请。有弟弟。二杯酒吧，二杯酒吧，酒堂远地不要自己扫老人，还是你相亲痛，儿女了表成操心。有了你们，我还劳什么人哟？有我3杯酒啊，把高堂酒且有我早早默默养月情，多年操劳两鬓霜，爸爸身头是无心。弟弟，你一时高兴，还是少饮几杯为好，当心头痛病又要复发了。哎，为父知道。哎，一杯饮酒是助兴，可不测的测弟妹，我来长辈饮酒礼。以我看，人是下去更关心啊！哎，对。表子女与长进，今日当前屈不宁，为父尊重好事官，应对泪中伤亡命。好，
好，你们各人就自己本业为例，从大到小，夫人也是协助来。尤大人今日做事是三妹府邸出来的，你应该叫他先做才对。吾皇小细的脑子，还没一种算盘之上不过来。大姐夫，你是兄长，既不大头行事，就先罚酒一杯。这二妹，哦，哈哈哈哈！我哈，反正要轮到你的啊，点拨协助也好。是。一定无伤，外民怨，一剑自保，为民存。一字之笔分传哦，一颗才心。道出了你主官之神的德行，来上香酒一杯。上句好，上句是啊，上句真不错做的。夫君，真看不出你还会在弟弟的面前讨好美国人。取消了。好吧。自称也是。你是愿意把马的，何不以治病为题，做事一手？证明。父为神农，常把草。把羊肉路掉，不为人间失病痛，红颜上飞。不算，哪有帮忙的？二妹为了救灵，罚酒一杯。该罚。都怪小妹一时心急，拿这杯酒该罚。大人，这罚酒不该喝之后，应该自称休下了，死还要另做。今日不是有人当院长，倘若为酒令，罚酒一壶。自称不怪多饮，虽是一壶，儿子也得老了。不行，因按三弟说的办。儿弟喝了罚酒，死还得另做。拿来，来，罚酒倒，二妹夫，喝吧。喝。我喝。云公子到。老爸送人我年还结婚了，永享幸福。起来。今日老伯受人，小日送上不礼，望老伯笑呢。多谢，老兄归领了。来，请坐。小宝，我们出去玩吧。小宝当心啊！英雄请坐。好，请坐。儿子，姑请坐。
今日老朽食家宴，不料公子到来，一杯浊酒不成敬意，请。锦兄，一想黑了，今日你我协饮3大杯，祝你生意兴隆，同时还三月冒人大赛家。哦，来了个对手，不忙不忙。哎，锦兄，你这这是？尹公子他害了伤风，这只是伤风的呀。哎，对呀，二妹，请。据闻三妹小才得名师传教，剑法精通。今日我请教几何，依着老爸大人之心。三妹，哎，贵王小姐怎可与公子较量？下官从未见过夫人与他人比肩，今日也不妨开开眼。好，来，好，弟弟最好。此次华公子多多指教。哎，哪里，有甚等候了？请。我输了。哦，看不出三位有如此本领，尹公子该罚酒，该罚酒一大杯。三妹，请吧。尹兄，来，罚酒一杯。是啊，该吧。你们三妹的技法真不错啊。尹公子，该罚酒，该罚一。好。哎呀，九兄大姐，你怎么了？你和大姐夫是不是上饭呀吃多了？不对啊，定是鱼喝多了。哎呀，九兄，哎呀，九兄，哎呀，九兄，大姐夫，难道他逆旅自己差错身？丞相，快将我的牙香取来！我的牙香。你的哑巴手说得清楚，丞相，快为先生倒茶来，向我去。哦，喝的，还那个黑香啊！这黑香之中，宝玉要用砒霜入宝，昔日用去一包，换成9包，这9包，一包也不可少啊！
天哪！想我王子成治病救人，终于是害人之心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条杠，你我岂能将台对调我稍变为呀想，责怪我匆忙之中差错。让我一人做事
君此事有望，对岸是谁到公堂？官人，你不能去，你不能去。大贼，你我杀大贼，我与你父冤父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死我父？你说，你讲啊！我父并非故意，只是错拿了药物。姐姐丧父，小妹心中悲痛万分。事已至此，况在同胞举眉问上，望大姐。大贼，大贼满腔悲愤，小弟无言相违。愿取公堂私仇，绳记此子，以为夫人兄，在天之灵。儿子也是，你将牙拿出了。天哪！岳父，我做卑微人作孽，想不到今日命案出自家中，岂不叫人痛心？弟弟，岳父，时代急得忙转正内，匍匐生命。至今兄弟之间自相在上，名声扫地。岳父，岳父，弟弟，岳父气节公心，让他静一静。岳父，小心不小。禀老爷，尸体查验完毕，怎么样？确系中毒身亡，什么毒？确是砒霜。砒霜。是。来呀！在。家嘴不要龅牙子，快快取验来。是。禀老爷，讲，被中所人在局已经查验，是件什么呀？确是砒霜。砒霜。禀老爷，讲，纸包内确是家具呀。家具呀，既是家具呀，夫人兄岂为中毒身亡？
小情缘，死的是关若知情，心意衰破的是知情关若悲情春。今茶年夜报之中无偏头，恰为我居中悠悠托机会，填饱我做事又想难决断。前去王家时杂屯。小姐，夫君，夫君，小贼，帝将大计接到家中，自让寄生，多多宽慰于他。夫君，这案子是何办法？啊，我看还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以保我家的名声才是啊。小贼，我去儿子家取去味。夫君最好。小弟这位二哥错拿到呀，身为一公，只是小弟本是地方原判之官，故要到家中察看，方好留欧。三弟言之有理。二哥，你可记得是怎么拿错了的？那是。这位大贼，我母亲突然应到，请王一官速速前去相救。王一官，你小心啊，最好。最好，王一官。把它放在桌上。哎呀，总算把你等回来了。今天是弟弟的6日大寿。我记得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。大姐夫要包家具呀，我去拿来。忙中出差错，今人千古恨。我们走吧。如果是二哥确实拿出了砒霜，那包药纸上也有砒霜的痕迹。
为何没有？如果是他血雨满杀，父神兄身亡之后，他调换了押宝将财政带走，那他为何又要是受投二呢？小弟再问二哥，那黑箱中若有砒霜10包，就说你子称兄无那一包，还应城下9包，且怎么只有8包？那一包砒霜是何人何时何地何病用去了呢？那一包砒霜哪里去了？那包砒霜与此案绝无关系，有关无关，二哥只管讲明。绝无关系，何必再提？你啥不讲？事根蹊跷。难道你未想到2包砒霜多可作案？不，绝不可能！绝不可能！那包砒霜也有之前大贼拐财要去了。怎么是大贼要去了？
歇一会，我去锻炼祠堂。上
憔悴生儿岁，怎不教小妹千余岁？生死重难再复生，真经得废寝忘食。姐姐，喝吧，喝吧，妹妹。
三弟，大姐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为君出师应归营，害得我孤苦伶仃受欺情。你应该明镜高远不徇私，以为居心愿巧问，你啥徇私？我报应，我要到府内衙门去把冤伸。大姐放心，小弟责无旁贷。但不知大姐为你凶手是谁？我愿为你，凶手就是王子成。有证据？那是在剧院之上，他及夫人目的不是检举呀，而是砒霜。我慌他自己也承认了，在匆忙之中误拿了药。说到砒霜，请问大姐，你一月之前可曾向子成兄也要去了一包？不错，我是要过一包。大姐要砒霜何用啊？我是用它去得牢处的呀。谁人看见？谁人看见？夫人看见呀。咦，三弟，你们这个干什么？要是有人说你用了这包砒霜，假道杀人，谋杀亲夫。什么？你血口喷人！你说我为什么要谋杀亲夫？你说你讲啊！大姐。来呀，在。老爷，速去王子成家，请他到员外府后花园相会。是。二哥，今日相会，不去府上，也不想要到宿舍，为的是到时比较方便。望兄表吐真言，说小弟理财眉目来。三弟只管问来。那在去岳父家办事，是谁为你去的呀？为兄亲自去也想的。夫人兄丧命之后，又是谁为你去夜香炸弹的？是肉才为我去夜香炸弹。二哥平时为人治病，都是儿子去的夜香吗？平时是丞相为我去夜香的。是丞相？哎。小宝正在，小宝，你要当心一点。怎么，你家小宝也来了？
岳父接他来治上几天。大姐至今膝下无子，听说你以后还再曾把小宝过继给大姐，可有此事？肉才有这个意思，可是大姐和夫人没有同意。请坐。三弟，要是我拿错的，任凭此子，你就不必为难了吧？二哥，使我稍事休息。大姐夫家财万贯，儿子要将小宝过继，姐夫没有同意，莫非是？三弟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三弟，你怎么啦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二哥，我们走吧。这。禀老爷，王家爷女拾到砒霜一包。哦，在何处拾得？在王家室内窗外草丛中拾到的。查验过吗？查验过，确是砒霜。砒霜，快快将这包砒霜和下中的8包一起构成，查证每包分量。是。砒霜。禀老爷，怎么样？已经构成，正想拾到的那包砒霜与其他那8包分量相等，分文不差。是分文不差。2包砒霜为着爱，那道就来是财神边。禀老爷，尹公子到。有请。是。弟兄，尹公子，请坐。好，小弟来访多次，穷伯女，弟兄公务太忙了。
不知夫人兄一案调查进展时候，别无新的进展，为此忧心忡忡啊！是啊，事出之情较为棘手。一女的可，自称兄忙中遇错，误伤生命，不顾从军理想。假如在世时与知府仁爱，一女的之间，此案早即为好。倘若夫旦文结，小弟倒可以帮你去打通关节。为何是关心此案？严公子言之有理，盼知城从军召集此案，附带此有劳公子你了。哎，哈哈哈，那是应该的告示。事报远送。也是，你盼从军，为何要瞒着我？起来，快起来说话！见夫君身披枷锁，身旁。
少早光，外望你出门在外十八钟，你莫归来情多鸟噻，我从军去，乃为我你花不红日，月难圆。百忙里今日多年最美人，凄凉你大醉小鸟噻，放你看在我们多年的夫妻份上，对小宝多多照顾。岳父，小溪一去不年圆，林荫北边雕成心，小鸟在梨花鸟女真情长，望岳父名正良缘，林这是虚数一张，放岳父收藏。夫君色成谁人望，鸟在心酸，来是情。相我俩百年好，情同心，夫妻恩爱情一生，你啥今日要随我为妻。是份伴你应啊，鸟噻，我此一去不归期。
不着，快快上路吧。也是，继父，我走了。丞相，丞相，我走了，你可要当心了，丞相。那一夜高头山内小丞相，数年来今日父女相处好，可怜他父母不伤亡。娘子多张丞相，愿苍天保佑你。有福，有福，也是。快上路吧，走吧，走吧。
哎，请进来吧。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啊！请，里边请啊，请。最好最好啊！客官路上辛苦，请坐请坐。天色已晚，这客店不用留客了。拿去，这客店我们包下了。哦，好好。哎，万一有个客人等我当不他走。哎，不必了，快去准备酒碗吧。好嘞，来。三弟，你怎么来了？来呀，在，快把下手取下。是。乔装打扮，李亚美，徒步来到这里。巧计做圈套，家配自称去从军，性命自私。与马金，再造喜爱明月情。二哥，途中可遇到什么？没有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临别之前丞相接我的。哦，这三弟，三弟，为兄不加其中寒意。丞相终日在家。所接触之物，莫不是？来呀，在，快过来！是。二哥，今夜我俩去林中观赏夜景。这，快随我来吧。三弟，你快走。这，三弟，快走吧。好嘞，来嘞！咦，人呢？哎呦，快说，那外人在哪里？在，在哪里？不知道。哎呦！
凶器就是这梅花针。哦，这死者的思想，这莫夫人兄的思想一样啊！哎，这梅花针乃是用刀子所见，见小便擅自穿走，实施要害之处，立地避免。二哥，此针实在剧中人，在剧中交棒。只好是对方砒霜，砒霜。人在哪里？不知道。快上！在哪里？凶器就是这梅花针。哦，这死者的思想，这莫夫人兄的思想一样啊。哎，哦，
这梅花针乃是用刀子所剪，见小便擅自闯走，杀伤要害之处，立地毙命。不过此针杀在剧中呢，要是在剧中强暴，这好是头放砒霜。砒霜。弟弟，你还是走一回吧。弟弟，老爷请用餐。晴天霹雳炸头，他女婿原是隋唐学为人，儿女婿今日从军去，来你。我老李纵横官场，再不问要管情深，爱出身。弟弟，他怎么了？弟弟，呀，夫君，你回来啦！二姑也跟我一起回来了，途中差点遭暗杀。二姑她怎么回来啦？怕二姑从军是下官的姐妹，故然引出走来。姐妹？哎呀，夫君，既是姐妹，瞒得别人，可瞒不得弟弟。怎么了？弟弟为家中灾祸重重，逃
多万分，如今他老人家已经升天去了。岳父，夫君，我们还是回房去吧。你们老爷回来了没有？哦，回来了，喏，在书房里。三妹，这你来了？三妹，闻听人言，又强盗在十里店客店杀了公差，为妻放心不下。这里姑父闻讯，不知我父。儿子我并非谁害，儿子你只管放心。儿子听我夫君说，儿子夫不惧饥渴为家。对大哥的真凶，谁要查明落马？不知真凶是谁？他们已经找到身至南京的证人，明日公堂之上定知分晓。这真是一件喜事，那我回去了。儿子，你不进去坐一会？不用了，那我送送你。啊。
年长年莫愁，我得去凭下月关，为民作子拜儿前，我岂能面对胸怀受家园？我岂能眼看无辜遭满害？我岂能四方亲人作冤？我岂能明镜高原？夫君，天色不早，你可休息了。小翠，坐下。小翠，曾听说严公子和后姐是有青梅竹马，感情甚是融洽。弟弟原先要将儿子许配给他，后来听说严公子在外因为不归，才将儿子许配而归。夫君，你今天怎么会问起此事？哎呀，夫君，你喝醋了。哦，好，喝醋了，喝醋了。咦，夫君，你在说些什么啊？莲子汤冷了，来为妻替你去热来。喝醋了。来呀，在。今天夜里可能有什么情况？你们可能往自己去讲。是。
原来是你，顾不出电报速了。升堂。是。带审犯。是。带审犯。迎上来，立刻自裁。原来是你这个大忙万人的伪君子，想不到竟是你这个人面兽心的。大姐二姐，你们看此案如何判？按刑法，杀人偿命，理当上案。杀真凶，假托懦夫，铁树好。好。有跪下！跪下！我要你死得明白，带不正。是，带不正。就是他用这梅花针杀人才说的。这就是他家搜出来的梅花针。所以呀，遇到他家，才真是天不容易。梅花针儿几百只先用到针，算针针伤心平光，我是郎多针杀人，宁可见。我下头有凭证，少时死于凭证，传王之臣上堂。王之臣上堂，王之臣上堂。小姐，父定就在，你可自裁。什么？我有何罪？你就是首当下毒的财犯。大姐，何人为证？下官实无真凭实据，今日岂能公堂审案？传丞相上堂。丞相上堂，丞相上堂。什么相？丞相，这是你画的吗？这纸上画的半个圆圈和这根长条，是在今夜月亮上升之时用凶器伤害人，对吗？你知道他们的事，对吗？丞相，不要怕。丞相所证，你们还有何言？一个哑巴乱做碎事也能算正事，真是天大个笑话！这不明明冤枉好人吗？冤枉！你二人青梅竹马早相交，总以为此生有
为我名声，我也只称一厢恩爱。还说什么恩爱二字？你难道忘了寿堂之上自称所人之事吗？腹为神农尝百草，去年8夜肉露调，不为人前失病痛。你为我抢你一句红叶双飞万里翱。红叶双飞万里翱。这什么？这是我一时心急，岂能说明夫妻不和？你绝对是怕自称假使表心意，暴露出你们夫妻不和。三弟，你为何要颠倒是非，胡乱假设私意？这虽是恰好说明我们夫妻恩爱。这是一首长头诗，最后一句应该是还结婚了再成孝。每句诗头一直加起来，真是夫妻不和。哼，谁算是我们夫妻不和？你能碰我是随堂下刀谋杀继父的财万吗？哼，随堂之上，你想谋害的并非是继父。你在称神要支撑哈伐酒之时，已在杯中按下读手了。正道支撑要饮酒时，尹公子道：“正是饮烧来时节。”大家以此退位而坐，于是自称为饮的那杯毒酒也就被夫人兄饮下了。一报砒霜，他自己也承认在匆忙之中误拿了。啊，你说的那包砒霜么，已经找到了。夫人兄身亡之后，自称急忙回家，回城想去想查验时，你说丞相是哑巴不懂事，为的是你自己亲自守望。自称果然中了你们的圈套，但你俩经过反复查询，迟迟不破，内心焦躁，怕路破绽。尹少兰多次来我此，为我出谋，怕自称从军，召集此案。我假判之后，你俩慢慢途中将他杀，没料到到计谋得逞，反暴露了你们自己。哼，生我俩灭门，你何时见得？是丞相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。这纸上说话之徒，是要在当天黑夜杀害自称的，就是指的你尹少兰。到明了自南京的真人已经找到，你俩心里明白，自南京贼唯有丞相，果然不出所料。你俩企图要将丞相治掉，定要在回避一年，当夜见过弟弟家之所。
丁玉才，迎上来，本官冤枉了你们吧。你生我在剧中下毒，美爱轻浮，可我并无毒呀！你用的就是此针。天外便报太离定，西来当头去为总以为凶手就是银沙兰，恰才知同门还有手招情，二妹待人虽不知礼仪，精神敬畏，没啥清楚做谁人。大人面前，大人面前，大人，小人不过是这女在自私而言是啊，面前大人，大人，是他家到王家门，愿夫妻少恩爱，只想与我生命里。因没出我江湖海，当着谁人他之事，我无法抬头来相悔不该自图一枝香花落，离散身光郎之心，到是情念着你他难是啊怕讨海清风走在家人，菩萨济福升天去，许3年满老无情，长久痛。
阳光，一是才有应得，只是非有一时相聚，让我再见小宝一面。长大以后，对大姨要视同亲人一样，好好侍奉。对弟弟要尽心孝敬。子一同
生。